来这个战争加上美国股市顶礼拜五走破，台北股市今仔日是出量下杀，盘中一度大落将近600点，甲上尾原来是落到557点，以11178点来收盘。分析师认为，国际股市无稳定，外资对台股是持续来卖超。 建议投资大众尽量避开着电子股，这降低持股的比例，才袂遭受到损失。另外，美国阁拍算要来祭出着史上上猛的制裁，讲要来禁止着俄罗斯的石油来进口，嘛使得国际油价，这个每一桶是起破着美金139块。 台股一个开盘就败超过400点，同时到10点14分的时，我捌败到590点，成交量较大的个股包括航运类的中银行、华航、阳明同款，拢是青色的款。在各方面，何国新产、台积电、甲联电毛败落超过300分点，如果讲刀控落4%，联发科落5%点，拢总无理想。从晶圆代工、封测到 IC 设计，外资也调降。 目标价15%到30%不等哦，加上整体这个外资还在持续的卖超当中，那到底内资的护盘的力道能不能稳定住？那台股败，亚洲方面，日本、韩国、上海、香港股市嘛拢同败。分析师表示讲，俄罗斯到乌克兰的烧战有真个无确定因素，导致大众爱细意。电子股是暂时要避开哦。那在原物料族群也是相对今天比较有撑哦，包括塑化跟钢铁。 所以，如果手上持有原物料相关族群，还是可以受惠这个国际原物料价格的一个上涨。汇市嘛歹，新台币对美金突破200块2，败1.3。国际油价嘛是一日起，美国拍算对俄罗斯实施有史以来上猛的制裁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昨表示讲，正甲欧洲的盟友伫研究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。 消息一个出来，国际油价伫今仔日要起超过每桶139块美金。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火和国际政治甲经济局势充满变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